老師，咦，子妃姑娘啊，請問咧，你有啲咩感恩嘅事啊？哇，感恩啊！如果其實咧屬我嘅同學仔啦，同或者同事啦，包括劉老師你啦，都知道我成日都會講感恩嗰個字啦。因為咧，對於子妃姑娘嚟講咧，我會覺得生命無常啊。今日遇到嘅人同事咧，我哋聽日都未必可能有機會再見喎，所以我會好珍惜啦，每一日嘅每分每秒。咁特別係你哋啦，每個同學仔啦，同埋我嘅同事啦。我自己覺得咧，最感恩咧，就係見住我嘅學生每一日健康快樂成長嘅。